日的新闻报纸顶，拢写着爱甲恨、毒杀、凶杀、自杀的意思，实在是管真正戆人。 是我的决定，我是专工要来找你啦。这3年来，拄着男性的志气，建设着我的地位，宣传我的名声，利用我成功的发展。今仔日是专工来保护你的，金手不是男性伟大的力量。你永远唔通不记记者会，你讲，你请。什么？爱是钱是无？你甲回收，甲迄个背包，拢总袂去啊！这次啊，背了不错。大家有没有被劝到？劝。